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要甲你讲这个中华民国33企业交流会，简称33会，定期伫每个月第3个礼拜三中昼做伙来食饭。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有去参加这个33会，针对民众真关心的李长所讲到的基本工资调起的议题，蔡总统有来表达伊的看法。昨天审议会的委员已经做出了决定，考量疫情后的整体的情势，在劳资双方能够相互体谅、支持的原则下，微幅的调涨了基本工资，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度过眼前的挑战。对此呢，我也要向在座的各位表达谢意。蔡总统讲，这个国内外疫情短期内未完全来消失，未来伫就业的部分，爱请企业界甲政府做伙来努力。刷落来，政府嘛推动着纾困3.0的计划，以及6条的扩大投资的计划。蔡总统甲企业界的代表，嘛伫33会现场意见交流，了解到企业界所拄到的问题。